这是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本期的新闻要点有：达赖喇嘛尊者出席乃琼寺举办的长寿法会；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年度报告强调中国对西藏的宗教压制；28个欧洲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对西藏表达关切。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切中国在雅鲁藏布江墨脱段修建水坝项目。驻伦敦代表次仁央金会见威尔士公国议会议员。欧洲议会议员在西藏日与西藏人民同声共鸣。瑞士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召开会议，讨论西藏问题。下面请看详细内容。位于印度北部喜马偕尔邦达兰萨拉的乃琼寺于本周一3月24号上午，为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举办了长寿法会。在达赖喇嘛尊者莅临法会后，乃琼寺僧众在诵经师的带领下，开始念诵达赖喇嘛尊者撰写的莲花生大师祈祷文，以及江洋钦哲确解罗卓为尊者撰写的长寿祈请文。在当天的法会上，乃琼护法神降临受体，请求尊者为佛法的意义和众生的福祉而长久住世。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发表讲话时表示：지금 미리 사모로야 미 사제 담바 냐보소치 미녀 공배 여야기 뭐람 저기 여라 배수시요 엔탕사 점린 높초도 진절에 지금 낭수도 토나 사벌레등에 대주 저기 nga 찾은 부여라 저기 다 진든다 뭐봐 쳐부시기도 사들이 이르잖아요. 그래 말에 차셔서 때보다 줘야 된다. 제 어디보다 후다 잡이 더도 얘네 내 후다보다 지리 그래서 사물로야 투시시 쇼이 애들이 내주 자상게도 된수 나버리 사물로 투시시 쇼이 나가이 저시들此外，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于上周二3月25号发布了2025年度宗教自由状况报告，再度将中国列为践踏宗教信仰自由特别严重的国家列表中，并再度建议美国国务院将中国列为特别关注国。报告在西藏的部分中指出，中国政府仍持续限制藏人的宗教活动。当局禁止昌都地区的一寺院内接纳新的僧人，同时也禁止拉萨的藏人在萨嘎达瓦节期间举办宗教活动。中共当局还强迫四川省传统藏区的居民拆除家门外悬挂的宗教标志。报告进一步指出，中国当局还关闭西藏寺院的学校，将学生送入国营制寄宿制学校强行同化。而中国警方还逮捕和监禁公开和私下提及达赖喇嘛尊者的藏人。报告还援引中国政府的说法指出，当局计划干涉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事务，进而惩罚对当局表达异议的藏人。此外，报告在有关中国政府跨国镇压的章节中指出，中国当局试图通过集体惩罚来打击抗议习近平在2023年访问旧金山的西藏、维吾尔和香港的活动人士。当局还对他们在境内的家人进行监视、勒索和威胁，迫使他们保持沉默。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其报告中建议美国政府与国际盟友协调，对干涉达赖喇嘛尊者转世事务以及严重侵犯宗教自由和实施跨国镇压的中共官员实施制裁。
另外，在正在举行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8届会议上，以法国为首的28个欧洲国家于上周四3月20号发表联合声明，对西藏境内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和恶劣的人权状况表达严重关切。这份联合声明由波兰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的代表米罗斯罗夫·波罗伊洛宣布。声明指出，我们对中国境内的情况感到担忧，特别是西藏和新疆的情况，以及人权捍卫者、律师和记者所面临的困境。中国必须避免跨国镇压。28个欧洲国家在声明中对西藏境内的局势提出了具体的关切，并指出西藏的人权状况仍然十分严峻，这方面的指标包括强迫藏人儿童进入国营寄宿制学校接受童话教育，以及打压反对修建大型水电项目的藏人民众。有媒体报道称，教授藏语和藏文化的西藏学校已被迫关闭。中国当局坚持要求所有学生前往公立学校学习，而公立学校将藏语作为一门独立的科目进行教授。对此，我们深表关切。声明还呼吁中国当局立即无条件释放西藏、维吾尔和中国的人权捍卫者和政治犯。声明进一步敦促中国当局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和特别程序任务负责人访问西藏提供便利。此外，捷克共和国、芬兰、德国、日本、立陶宛、荷兰和瑞士也在一般性辩论中通过各自成员国的发言，对当前西藏境内的人权状况表达严重关切。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联合国联络官平措多杰于3月20号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8届会议上发表讲话时，强调了中国政府计划在雅鲁藏布江墨脱段修建大型水电站所带来的重大风险。平措多杰在会议上代表受威胁人民协会发言时强调，如此大规模的水电设施建设将严重破坏西藏脆弱的生态系统，并危及整个南亚地区数百万人的用水安全和地区稳定。他进一步敦促国际社会将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置于短期经济利益之上，呼吁各国采取透明的合作行动，防止对生态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另外，藏人行政中央驻英国伦敦办事处代表次仁央金于3月24号在卡提夫会见了威尔士公国议会的2名议员及和平寺的主管。在此前一天，代表次仁央金分别会见了威尔士公国的工党议员、议会财政和威尔士与内阁大臣、前威尔士首席大臣马克·特雷克特福德议员。他呼吁福德议员利用他在英国工党政府中的影响力，倡导关闭中国在西藏的驰名式寄宿制学校。福德议员在发表讲话时指出，他很高兴见到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代表次仁央金。他承认西藏语言权利遭到了令人震惊的压制。他强调，虽然外交政策属于威斯敏斯特的管辖范围，但他向达赖喇嘛尊者的代表和藏人民众承诺，他将与威尔士议会的同事合作，支持强调保护西藏语言文字重要性的动议和声明。威尔士议会独立议员里斯·欧文也会见了代表次仁央金，并承诺支持提出保护西藏语言文字的重要性。与此同时，来自威斯敏斯特大学的15名硕士生于本周二3月25号到访藏人行政中央驻伦敦办事处，参加了一场专题讲座活动。驻伦敦办事处秘书长丹增公嘎向来访学生们介绍了西藏的历史和地缘政治概况、西藏高原的重要性、藏人行政中央的民主结构等议题。而代表次仁央金则介绍了有关藏人行政中央公务员制度相关的第一手资料，鼓励学生实践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外交，将道德考量置于权力动态之上。
他还强调了解当地现实的重要性，而不是受地缘政治力量的影响。另外，在西藏自由抗暴66周年纪念日来临之际，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在欧洲议会发起了一项名为“西藏日”的活动，多名欧洲议会议员出席活动，表达支持。这项活动呼吁欧洲议会议员在斯特拉斯堡的全体会议期间，佩戴为此次活动特别设计的结合欧洲与西藏国旗的徽章，表达对西藏人民争取自由斗争的支持。此次活动旨在提高世界各国对当前西藏挑战的认识，并呼吁国际社会更多关注西藏的人权状况。欧洲议会对此次活动反响非常热烈。大量议员在当天及整周佩戴徽章，向外界传递了欧洲对西藏的明确声援与支持的信息。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消息：瑞士联邦议会支持西藏小组于上周三3月19号在瑞士议会春季会议期间召开会外会议，讨论了有关西藏境内的紧张局势和恶劣的人权状况等相关议题。会议由该小组共同主席尼古拉斯·瓦尔德议员主持，议员法比安·莫利纳、拉斐尔·马海姆和本杰明·杜明特，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联合国联络官平措多杰和受威胁人民协会的代表塞琳娜·莫雷尔等出席了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今年7月6号在瑞士联邦议会和鲁塞恩市庆祝达赖喇嘛尊者90世大寿的筹备工作，以及瑞士议员未来访问达兰萨拉等重要议题。驻日内瓦代表赤列去吉在会议上呼吁瑞士联邦议会持续支持西藏的自由事业，并向与会议员们赠送了达赖喇嘛尊者的新书《为无声者发声》英文版本。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信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